来看伫台中的消息，台中丰原大道5段甲丰四路的地下道，这个禁止乌托摆骑入去。有一个汽车的驾驶发现讲，头前有乌托摆想要骑入去，就咧卡2声的喇叭甲提醒，想袂到这个骑乌托摆人真生气，毋但沿路一直卡对，佮砸车呛声，结果是家己骑伤紧，煞出车祸。警方讲，虽然双方拢无报案，不过骑车违规骑入地下道，还佮有砸车行为，这拢会开罚单。 这台车准备要驶入地下道，向车路有出现一条乌托摆，嘛要入去，同时佮变换车道。不过这个地下道是禁止乌托摆入去的，驾驶阵咧加2声喇叭提醒。这2声喇叭，互这个骑乌托摆人真生气，沿路一直加入，佮将这个车共炸落来，无要回过，佮呛这个驾驶。 啊！你骑安尼对呀？今日危险，搁安尼，搁咧歹啥？虽然这个桥道摆人挡伫这台车的头前，无要回过，佮敢若伫变技师。虽然这个桥道摆人将车骑走，停伫我角的所在，但这台车驾驶开始佮上路了，继续对。最后，这个桥道摆人敢若是因为骑了伤紧，超过这台车时出车祸，弄一个真大声。 安尼才无搁对，这个桥道摆人一开始骑入这地下道的所在是伫台中市丰原大道5段到丰四路的地下道，这是禁止乌托摆骑入去的所在。机车行驶隧道可处机车不依规定车道行驶，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并机车拦停的动作非遇突发状况在行驶中任意骤然减速或车道中暂停，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警方强调讲，双方拢无报案，也无桥倒摆这个人违规骑入地下道，甲砸车行为合并上悬，会使处25800块的罚金，嘛呼吁用路人爱遵守交通规则。毋若像这个桥倒摆人安尼违规在先，最后是自弄收场，爱搁立红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